無懼世事變改，還是越南越愛精神啊！各位，我估唔到啊，大家對越南練歌房嘅課外班係有咁多唔理解嘅地方啊！正能量正能量啊！咁今日就等小弟同各位朋友仔簡單咁科普下。其實咧唔止胡志明啊，包括泰國在內嘅課程啊，都係一樣啊，淨係分速成班同埋長期班。咁所謂速成班啊，英文術語啊，我哋叫做 short time class， 就係1-2個課時內可以令各位學子啊快速掌握呢個音樂嘅核心技巧同樂理，釋放各位嘅音樂潛能。咁至於長期班啊，英文術語咧又叫做 long time class。咁呢個8至10個課時嘅課程咧，係專門為咗各位志向高遠嘅音樂學子設計嘅。咁通過專業嘅訓練啦，令各位對音樂嘅理解咧，可以到達一個新嘅高度啊！各位學子咧，將接受嚟自業界嘅專家1對1嘅指導，學習先進嘅音樂理論同掌握複雜嘅演奏技巧啊！咁長期班啊，究竟有冇必要報呢？我個人觀點咧係有需要嘅。大部分嘅老師啊都係好 pro 噶，學習氛圍又好，唔會有上下課突然間有急事離開嘅情況。咁如果遇到嘅話，其實都唔係咩大問題。解決嘅方法就係報名前啊先交一半嘅費用，咁課程上完啦再交剩低嗰啲。咁實在唔想煩嘅，直接揾小智老師問下係都得嘅。咁今日就講住咁多先啦。祝各位學子可以成為出色嘅演奏家或者係作曲家，係咁先，拜。